師傅，請你用3個詞語嚟形容男人啦。膚淺，膚淺，再加膚淺。咁男人最重要係乜嘢呢？有錢，有錢，再加有錢。乜唔係靚仔咩？唉，靚仔可以當飯食咩女？男人有錢有風度有品，夠晒有突啦。師傅，請你講出女人3大忌啊！大聲、高音、講嘢快。吓，我3樣都有啊，有冇得救㗎？有得救，聽情到濃時咯。師傅，請你用1句說話嚟形容王姬啊！塔羅女神王姬，話得女神，咁梗係我哋嘅女神啦，仲問？問下啫。師傅，請你講出師傅嘅3大感情金句啊！只看事實，等價交換，理性談情。咁係咪真係跟咗之後就可以將感情運提升300%㗎啦？唔信，試下咪知咯。問，嗱，呢啲咪就係叫麻煩咯。龍震天，王姬，情到濃時，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。好啦，師傅，終於等到今日啦。就派成績表啦，而家係啊，好緊張。你係咪派出年嘅成績表呢？諗住好咁咧，就今集咧，我哋就開始講12生肖喺蛇年嗰個運勢啦。哦，好期待已久啊！其實想睇下出年嗰份成績表靚唔靚仔？好，咁我哋一齊睇啦。好，咁女神你屬乜嘢噶？哇，梗係唔話俾你聽啦。好，咁我一陣間我就試下解下碼啦，就講唔同嘅生肖，睇下你面部表情。係測試反應，到最終放心，我都係唔會揭曉嘅。哇，屬馬騮咧，今年啊好到不得了啦，咁樣就睇下女神咧有冇一個好興奮嘅表情啦。係嘛？係啊，我係會好好咁樣，全部都好平靜。係啦，好。或者全部都好開心。咁啊，呢個生肖呢，其實之前我都有介紹過啦。咁呢，主要呢，其實就係都係可以有個 ranking 可以睇到呢。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幾好嘅。咁呢，就等大家呢都有個參考。咁啊個重點呢，就個 ranking 其實呢，就唔重要嘅。咁因為你冇得改啊嘛。係。咁你冇得改嗰啲，你唔好諗啦。你反而諗呢，就係你留意呢，就係我同你哋講嘅。喺蛇年仲要留意啲乜嘢？係咁有啲乜嘢問題呢？你就盡量避開咗佢。哦，咁我運勢其實都唔會話太過差嘅。哦，即係喺個低處嗰度攞翻個高處。哇，呢句好遠喎，低處就要攞翻個高處。唔係，即係如果我不幸地落咗一個第12位啦，咁樣咁我已經係喺嗰12生肖裏邊即比較。即係低啲嗰個嚟噶啦嘛，最低噶啦，最低噶啦嘛，冇得再低，係喎，唔會有第13個生肖。咁但係喺我喺個低處嗰度，我都要攞翻個高位咯。係啊，咁啊後天呢，盡可能就避過去生運程啦，或者係睇個流年運勢啦。係啊，真係。咁啊未睇之前啦，咁啊可以啊生肖運程入邊呢，就可以參考一下啦。咁我就想同龍師傅講一句說話嘅喺呢度，就係。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。好，我哋都好心急，好期待啊！係啊，立即開始蛇年生肖2013運程。好。2013年度龍震天蛇年生肖運程排行榜第12位，羊。一開始就聽到呢一個第12位就係羊啦，咁屬羊嘅朋友又唔使灰心嘅，我哋就聽聽師傅睇下講下佢今年嗰個運勢其實係點樣樣呢？咁呢就運勢有高低，咁啊生肖啊今年都有高低，咁其實呢，整體呢，大家呢喺2013嗰個運勢呢，其實真係唔差嘅吓，因為喺嗰個地運呢，2013年呢，其實都係向好吓。
咁咧就只不過咧屬羊咧喺12生肖入邊相比之下嚇，喺蛇年咧就比較弱少少啦。咁咧其實咧就要留意咧就有3個重點。第一咧就穩定性高為主咧就會比較好嘅。意思係話咧，如果你又想轉工啊、轉行啊，或者打緊工諗住創業嘅，暫時好一好先啦。咁啊，第二樣咧就係嗰個是非方面問題啊，人緣運啊爭少少，咁咧容易會有是非啦，或者係同人哋嘅嗌霎啊咁啊，盡可能咧就講嘢嘅方面咧就要小心啲啦，包裝下啦自己。咁第三樣咧就留意屋企長輩嘅健康啦啊，咁呢3個重點咧，屬羊嘅朋友咧今年就會記住啦。咁咧就喺吉凶星入邊啦，咁就吉星咧今年就冇嘅，咁咧就有幾粒煞星要留意下。第一粒喪門星咧，其實係講屋企老人家嘅健康嚇，咁就要留意啦。咁咧就另外有一粒月煞咧，就容易招惹是非同埋小人嘅。咁另外有一粒咧豹尾咧，相比之下影響力咧就會係比較細啲噶啦。咁咧就整體運勢下，今年以不變應萬變咧就最好啦。師傅，我想問啊，咁單身嘅羊仔羊女今年拍拖嘅機會又有幾高呢？機會一般啦。咁如果咧有拍拖咧，感情希望咧今年就穩定啦。咁如果未有對象咧，自己就要努力下啦。係啊，因為佢嘅是非咧都包埋男女之間感情啊、口角啊呢一啲問題嘅。好啦，咁咧就化解啦。今年呢，其實咧着重咧2個重點，第一個咧就係個本身嘅桃花運啦，第二樣咧就係嗰個人緣運嗰個是非啦。咁首先第一樣咧就係桃花啦，流年桃花位今年呢2013年蛇年呢，就喺正北面嘅，咁咧就放11粒黑色、藍色或者灰色嘅石頭放喺一杯水入邊嚇。咁啊記住咧個水杯咧就唔好冚蓋，啲水咧就要每日去換嘅。咁另外咧就喺是非位啦，是非位今年啊2013就喺正東面嘅，咁就可以放一啲紫色嘅物件去化解。咁啊紫色物件呢，可以係一啲掛畫啦、地氈呢，甚至乎一啲普通嘅毛公仔啊、扭蛋公仔啊都可以嘅。2013年度龍震天蛇年生肖運程排行榜第11位。兔。好，屬兔嘅朋友呢，今年就係第11位啦。咁又有啲咩要注意嘅呢？咁咧同屬羊嘅咧都差唔多啦。今年呢，就以穩定性高為主咧，就會係比較好啲嘅。咁另外咧是非方面呢，今年都會比較強啊。咁啊留意同身邊朋友咧、同事之間相處問題啦。咁咧就另外咧喺異性交往啦，譬如拍拖啊、結婚啊，或者係男女朋友之間呢，都要留意嚇。咁咧就喺吉凶星入邊呢，今年呢，吉星咧就全冇嘅，咁咧就煞星要留意咧，就有幾粒煞星。第一粒咧災煞咧主要咧就係講一啲小型嘅意外啦，或者一啲災禍嚇。咁所以咧就發生意外，相比之下機會可能會高少少，不過唔使擔心啊，情況唔係太嚴重嚇。咁亦都可以咧靠風水去化解嘅。咁另外咧就係吊客啦，吊客咧就係呢粒星咧，主要就係講屋企容易會有啲喪事會發生，所以咧屋企嘅長輩下健康咧特別要去留意啦。咁我想問啊，單身嘅朋友有冇拍拖嘅機會啊？嗱，今年呢，因為咧嗰個桃花星咧就冇啊，所以咧拍拖機會咧相比之下比較會微啲，以感情穩定為原則啊。咁如果本身咧已經係去到拍拖嘅年紀，又好想今年去拍拖咧，咁咧就要着緊少少，主動少少啦。拍拖年紀就好明白。好，咁咧就化解方法啦。今年呢，就主要增強本身嗰個財運，咁所以呢，就喺流年嘅正財位，即係喺東北面，咁呢，就放8粒石頭放喺一杯水入邊嘅。嗱，記住啦，水呢就唔好冚蓋，同埋水呢就會日日換嘅。咁另外要化解是非方面嘅問題，咁是非位呢就喺正東面嘅，咁呢，就放一啲紫色嘅物件，例如地氈或者掛畫或者啲毛公仔、膠公仔。又或者係本身啱喺門後面掛一件紫色嘅 T-shirt 咧，都係 OK 嘅。2013年度龍震天蛇年生肖運程排行榜第10位。猴。
啦，第10位嘅朋友呢，就係屬猴嘅朋友啦。咁今年嘅運勢又會係點呢？嗱，今年運勢呢都唔錯喎，幾個重點啦。第一樣嘢呢，就係女性嘅貴人運呢，非常非常之強嘅。咁呢個呢，男仔女仔都係一樣啦。如果你身邊係有女上司啦、女同事、女下屬，生意上合作嘅伙伴都係女性的話呢，咁呢就對你今年會有幫助嚇。事業方面呢，少少阻滯嚇，咁呢就盡可能呢要忍讓一下啦。咁是非嚇今年會比較多，健康運需要留意。咁同埋呢，可能會有一啲突如其來嘅事情會發生。咁所以呢，每一件事呢都要有個預算啦。咁呢就喺吉凶星嗰方面呢，嗱，吉星個太陰女貴人星，所以呢就女性貴人呢今年對你助力非常之強嘅。咁另外呢就有歲合啦，歲合呢就做咩事情呢都會係比較會係順利啲啊。咁呢度呢都會幫翻唔少噶。咁點解會排第10位呢？因為今年嘅殺星比較多啊吓，譬如有呢個3刑呢，代表今年呢屬猴嘅朋友啦，刑太歲吓，咁呢就上一集呢，女神都有分享過點樣拜太歲，咁啊就大家要做翻啲功課啦，咁呢就留意去太歲廟呢拜太歲啦。咁另外呢，就有貫索啊，貫索呢好似索帶咁啊，勒住條頸啊，所以呢，每一樣嘢呢，可能都會有啲阻滯，要小心啲啦。咁啊卒步呢亦都係一啲突如其來嘅事情啊，咁呢就健康嗰方面都要留意。天官符啦，另外有一粒星呢就講是非嘅。咁另外孤神呢代表孤軍作戰啊，今年呢好多事情呢都可能都會一個人呢要去做嘅，所以呢喺個人緣運方面呢就需要留意啦。咁我想問呢，其實嗰個歲合同埋嗰個官索呢，會唔會可以互相抵觸嘅呢？其實唔係即係互相抵消啊，又有阻滯，又有助力咁樣。冇錯，即係可能加咗30分就減翻30分，所以點解今年嘅第10位呢就咁解啦？其實歲合本身佔好高分數啊，可以。哦，OK。跟住呢，因為佢嗰個殺星今年都比較多，所以呢就要留意啦。係。咁我想問咧，咁單身嘅猴仔猴女嘅拍拖機會又高唔高呢？感情運呢，今年一般，因為呢桃花星今年唔到嘅，所以未有對象呢，就自己要落力少少，主動少少啦。咁另外呢，就如果有新嘅感情呢，多數都係一啲無意嘅事件入邊會發生嘅。咁所以呢，大家如果今年想拍拖呢，咁啊製造多啲無意嘅機會咯吓。即係其實意思係嗰個感情運低，但係都唔代表拍唔到拖。冇錯，自己要把握機會呢。我成日都講啦，可能去啲社交網站啊，多啲社交活動呢，咁亦都會幫得翻嘅。好。咁呢就點樣去改變個運勢呢？今年呢着重要化解是非啦，同埋桃花運呢2樣啦。咁呢是非位正東面放紫色嘅物件，掛畫或者地氈或者公仔啦。另外桃花位正北面啦，放11粒黑色、藍色或者灰色嘅石頭喺一杯水入邊吓。記住水唔可以冚蓋，同埋杯水要日日換嘅。咁樣呢就可以增強嗰個桃花，同埋減少嗰個是非運啦。2013年度龍震天蛇年生肖運程排行榜第9位牛。哇，好啦，終於咧數到去數翻去個位啦，開始好轉啦。係第9位嘅朋友就係屬牛嘅朋友啦。咁今年又會係點樣呢？嗱，屬牛嘅朋友咧留意啦，今年咧運勢咧就以平穩為主嘅。咁今年咧就會有好多新嘅諗法喎。譬如話打工想做生意啦，可能呢一路做工嘅嘢都差唔多，可能想學啲新嘢或者搞啲新嘢，但係呢中間呢可能都會有啲阻滯嚇，未實行到嘅。咁另外呢，健康容易有小毛病啦，因為整體抵抗力呢係比較會爭少少。今年呢容易會唔開心嘅嗱，因為呢喺嗰個吉凶星入邊呢，咁呢華蓋呢就算係一個吉星嚟嘅，咁呢就代表呢就有個諗法啦，好多新嘅諗法，但係今年行動呢未必可以行動到，咁可能咧都係發緊夢吓，咁咧唔緊要，將呢啲新嘅諗法擺住、儲住、揾紙筆記低吓，咁啊將來有機會會實現到嘅。咁另外咧喺殺星方面咧，就第一粒天哭啦，天哭咧就顧名思義啦，容易會喊啦，情緒方面咧容易會有問題，心情可能唔好啦。咁另外有一粒咧就係白虎星咧，主要就係講一啲病痛，所以今年咧就會特別留意健康方面嘅問題啦。一個牛仔牛女
又會唔會有機會拍拖呢？咁當然單身噶啦。咁呢，屬牛嘅朋友呢，今年感情運呢，穩定性為主吓，咁呢亦都因為冇桃花星呢，感情呢未容易會突破到嘅，咁所以呢，就要加把勁啦。如果係想拍拖的話，咁呢今年主力留意翻下財運同埋健康方面嘅問題，咁呢就喺全屋嘅病位啦，咁呢分別有兩個，正中間同埋西南方，咁呢就放5個銅錢吓，咁5個銅錢呢，全嘅清朝最旺嘅5個年代啊，咁我哋叫做五帝錢嘅。另外呢，就喺正財位啦，正財位就係東北方呢，就放8粒石頭放喺一杯水入邊呢，就可以加強正財運噶啦。2013年度龍震天蛇年生肖運程排行榜第8位蛇。好啦，到第8位犯本命太歲嘅屬蛇嘅朋友又係點呢？犯太歲喎，師傅。嗱，犯太歲呢，你睇呢個生肖你就知啦，未必真係最嚴重嘅，因為每年呢去到年尾咧，好多人擔心哇，我出年犯太歲就唔知點算啦。咁你屬蛇呢，其實係犯本命太歲添，咁但係呢，明年呢2013年呢都係排第8位嘅。所以運勢呢就唔算話係最差吓，咁啊點解呢？都係睇翻吉凶星啦。咁首先呢，就喺個工作嗰方面呢，就唔適宜轉工啦。另外呢，健康方面呢，留意下容易會有金屬刀傷吓，譬如話呢，斬菜喺廚房啊切親啊，又或者呢，唔小心啊鉸剪嘢嗰陣時呢，可能會割傷啲手指吓，情況唔算太過嚴重嘅。咁另外呢，今年貴人運吓非常之好，呢度呢亦都加翻唔少分，同埋有粒逢凶化吉星啦。咁呢，就喺嗰個殺星方面呢，唔使講啦，犯太歲本命年，咁啊一定要去拜太歲嘅。咁呢，就喺嗰個吉星嗰方面啦，咁呢，就有解神呢，逢凶化吉啊，危急關頭呢，就會有貴人呢，就會出手，就會相助。另外呢，8助啦，咁啊解神加8助呢，其實呢度加翻好多分嘅，代表有貴人運同埋會有好強嘅助力啊。咁所以呢，就要知道一樣嘢呢，就係個運勢麻麻地都好啦，到拉尾都會有人都會幫手嘅。咁亦都由於今年咧犯太歲咧，咁咧就喺工作嗰方面咧就以穩定性高為主，會比較好啲啦。咁咧就喺殺星嗰方面咧就浮沉啦吓，事人浮於事啊，我哋可以咁講啦。咁咧就喺事方面咧比較係浮沉不定。咁另外咧就地煞啦，地煞咧就容易下會有啲是非啊小人。咁咧，另外咧就係劍鋒伏屍啦，咁少少咧就金屬刀傷吓，健康嗰方面咧都要係留意嘅。咁感情運會唔會有變化呢？佢犯太歲喎。感情運咧變化，今年我睇就唔係太大，感情運咧唔算話好差嘅，咁咧就以穩定性為主啦啊！即係如果你話好大突破咧，今年未去到啲位啊，譬如話想結婚啊，或者係想生仔啊，吓呢啲同感情有關嘅，暫時咧就唔好住啦。咁單身嘅蛇仔蛇女拍拖嘅機會又高唔高呢？單身蛇仔蛇女咧拍拖機會咧今年係可以嘅，佢唔算係特別突出，因為佢本身咧就冇桃花星吓，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差到咧就真係賣剩蔗冇人要咧，又唔係咁嘅。好啦，咁咧就去到咧就改運咯嗱，今年咧健康方面留意啊，大病位小病位啦，咁咧就喺全屋嘅正中間。或者係西南方，咁咧就放1串五帝錢啦，咁就5個銅錢啦，咁同埋咧正財位咧都緊要啦。流年嘅正財位西北方放8粒石頭放喺一杯水入邊，咁水咧就唔好冚蓋，咁咧水咧亦都係要日日換嘅。2013年度龍震天蛇年生肖運程排行榜第7位豬。好啦，到第7位屬豬嘅朋友啦，今年個運勢又會係點呢？師傅，屬豬嘅朋友呢，今年運勢呢穩定性為主吓，咁你力不到不為財。今年呢，只要你肯落手落腳呢，就會揾到錢噶啦。咁不過要留意呢，投資方面呢，
麻麻地，有機會咧會有破財嘅情況出現嘅。咁所以咧就喺今年咧可以咧主動去破財吓。點樣主動破財呢？可能咧需要裝修樓屋企，咁啊花一筆錢去裝修，又或者咧見到啲新嘅電子產品、電腦、手提電話啦，咁啊可以主動去買嘅。咁啊，屋企長輩健康需要留意吓，咁咧就每件事都會逢凶化吉吓，咁咧做嘢間中可能少少阻滯吓，冇大礙嘅，咁啊落手落腳咧咁就 OK 啦。咁咧就吉星方面咧，今年咧就有驛馬星，驛馬星代表周圍走啊，越走得多啊，周圍轉咁樣咧就揾錢機會咧就會係多啲嘅。咁另外咧就有一粒月空星吓，月空星咧每事都會逢凶化吉，會幫到你嘅。咁咧就有破財啦，有粒大好星吓，大好咧損耗你嘅財富啦。咁另外咧就披頭啊，披頭咧相比之下唔係太嚴重吓，少少留意就 OK 噶啦。咁另外咧就係欄杆吓，欄杆咧做嘢咧就會容易會有少少阻滯嘅。好啦，咁樣屬豬嘅朋友嘅感情運又會係點呢？今年感情運呢，今年呢平穩為主，咁呢就未見話非常非常之突出啊，咁呢就感情穩定呢就 OK 噶啦，咁啊所以呢計劃要換話呢，咁可能等多年啊，今年呢暫時係 keep 住先吓，落不耐可能會有少少嗌交嘅情況會出現嘅，咁呢就喺嗰個爭運嗰方面啦，今年主力啊留意翻加強翻桃花嘅運勢。正北面放11粒石頭，放喺一杯水入邊啊，石頭黑色、藍色或者灰色嘅。另外正財位都好緊要啦，東北面放8粒石頭，放喺一杯水入邊吓，咁樣呢就會提升個正財運噶啦。2013年度龍震天蛇年生肖運程排行榜第6位馬。好啦，屬馬嘅朋友呢，今年呢就係佔咗我哋呢個排行榜嘅第6位，咁嗰個運勢又會係點呢？開始轉彎入直路啦，咦又係馬呢個啱啱跑馬。咁咧今年咧屬馬朋友咧就運勢唔錯啊，中上級嘅運勢。咁今年咧適宜轉變嘅，如果有新嘅諗法咧，今年都可以付諸行動啦。另外喺行動嗰方面，工作啊各樣機緣嗰方面咧，男性貴人今年咧佔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位置，所以咧男性嘅上司咧、男性同事、男性嘅下屬啊，另外男性嘅朋友啦啊，男女都係嘅，都係以男性為主，貴人運非常之強吓。咁啊，今年呢留意下，可能之前有啲事情發生咗，今年有人會找你晦氣吓。咁另外呢，就霧水情緣，呢個都係桃花星，不過呢多數都係啲冇結果嘅感情嚟嘅，又或者係啲桃色嘅糾紛啦。咁另外諗法嗰方面呢，有好多呢發白日夢吓，有一個諗法，但係你未必會有一個實際嘅行動嘅。咁咧吉凶星嗰方面啊，吉星呢就有一粒，咁呢就係太陽星咧，代表男貴人咧非常之強啦。咁另外呢，就係咸池星咧，霧水情緣啊，今年要留意，多數係一啲冇結果嘅感情。晦氣星容易會同人哋發生口角嘅。另外呢，天空呢代表呢諗嘢啊，得個諗啊，好多嘢呢就淨係諗，咁呢就未必會做嘅吓。咁呢方面呢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。哇！咁師傅佢有粒咸池星咁樣，咁佢應唔應該主動去？如果佢單身嘅，咁佢應唔應該主動去揾佢嘅另一半呢？今年咁啊，自己就要睇開啲啦。咁我成日都話呢，思想改變運氣，擋不住啲好運啦。咁啊，可能人哋個諗法，今年想識多啲男仔呢，我哋唔知噶。哦，我上集都有講噶啦，即係女神你專一啫，其實有可能有啲女性嘅朋友佢真係以集郵為主嘅。我每個月呢，就以識一個男朋友，不停要換話為主，最好嘅男仔呢，千祈唔好攏個頭埋嚟，咁啊拍完試過咁就 OK 啦。咁樣有噶，我都有呢一啲客人噶。OK。好啦，咁呢就要提升下今年蛇年嘅運勢，屬馬嘅人士呢要留意啦。咁呢第一樣化解個是非啦，因為有一粒晦氣星喺度啦。咁喺正東方啦，就放一啲紫色嘅物件啊，地氈掛畫或者係啲衫啊，一啲公仔都可以嘅。咁另外就橫財位啦，今年呢就可以呢喺西北面，咁呢就放6粒石頭，放喺一杯水入邊嘅。咁你石頭咧最好就要白色啊，加強嗰個投資運同埋個炒樓運嘅。好，咁我哋咧分別先後咧就已經揭曉咗咧喺蛇年生肖咧
就第12位到第6位嘅運程。咁呢，下一集呢，我哋呢就再睇啦，第1位到第5位嘅蛇年生肖運程啦。好緊張啊！好，咁我哋下一集呢再見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Chris， 我想啊，你想唔想啊？想？講乜嘢啊？上台啊？上妝啊？上堂啊？上？我係想講呢，我會上龍師傅嗰個有道溝通解碼工作坊啊。幾時上先得㗎？11月25號咯。你啊，直情要上啦，講嘢一嚿嚿上喎，上完先再同我講嘢啦。有道溝通解碼工作坊。約定你11月25號上晝10點至下午6點，地點普敦教育中心，詳情請到以下網址瀏覽 www.sunchiu.com， 查詢電話82040102 82040102，到時見。喂，點啊？係啊，個節目做完噶啦。哦，你想揾龍師傅睇一生運程啊？揾佢好簡單啫，請你記低以下所需號碼82040102，又或者 email 去 info@masters.com.hk， 留意個 masters 係有 S 噶。咦，女神，咁如果大家想揾你，咁又點啊？如果想揾我睇塔羅嘅話，你可以打81002229，又或者 email 去 wangzi.tarot@yahoo.com.hk， wangzi 係 wangji.tarot@yahoo.com.hk。 好，希望可以好快見到你啦。下一集情到濃時再見。